指住我個頭嚟鬧。涉嫌強姦女 fans 馬草麗被捕。總之一句啦，好簡單，就係我自己就冇做過犯法嘅事情。佢喺1年嚟高調追擊維園阿伯同建制派，成為政治新星，有唔少 fans 㗎。出事嘅星期日晏晝，佢仲有去城市論壇。朋友想發言嘅，舉手。馬草麗。消息話之後佢同一個識咗幾個禮拜嘅女 fans 食晚飯，跟住上對方沙田屋企。做 sales 嘅女 fans 話有人突然失控，推佢上床強姦。呢個29歲女仔第2日報警，重案組攞走咗佢嘅衫同床鋪化驗。星期3去到西環士美菲路馬草麗屋企拉人。警方冇同我講任何佢哋要做嘅起訴，警方又冇，律政處又冇。唔肯提案情嘅馬草麗，身為社民連成員，早前倒閣失敗，佢又追擊民主黨。講咯，我諗我會檢討下我即係都個作風，做人嘅作風啦。咁係咪太高調啊？咁樣可能矛頭太多啦。喺現階段，我又唔想作太多不必要嘅揣測，話係咪同政治有關咁。31歲嘅佢出身政治世家，阿爸係親台灣嘅前立法局議員。留學美國嘅任亮憲喺多間大銀行打過工，而家係信託公司聯席董事，相信佢會出選2012年立法會。不過今次捲入強姦案，對佢嘅政治前途有好大影響㗎。